你好，这位朋友，恁遐风台有要紧无？我知哦，因为我拢伫咧房间内底，所以我嘛毋知影外口安怎呢。感觉是无啥要紧啦。你袂感觉讲我这个时阵打电话互你是要创啥？我感觉是一件歹消息。你啥物态度？你看来拢无好代志。敢是因为较互你的关系？我感觉是。你遐乱讲！我要甲你讲一件最悲惨的消息，阮兜进停电。恁兜进停电哦？对啊。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啊，但是猫仔可能会做热，我嘛做热。重点是咱即礼拜的东岸消息咯。啥物得了？所以爱甲听众朋友讲。是的，听众朋友大家是的。是的，大家。无咱会做一个风台的宣导好啊啦。好啊。听众朋友无代志吼，毋通出门哦。听讲即马台南啊、高雄啊，有真侪人去互风扇倒去啊，也是讲就是有物件落落来。对啊，新闻拢有咧报。你看阮这新北市的山区竟然停电啦！可能是山区的关系。我就是要讲，可能是人的关系。好啦，安尼就是上主要。人应该嘛有关系。莫吵。好啦，上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无4000万千万毋通出门哈。停电爱讲较悬的笑话就对啊。对。若有4000万想要出门的人，爱先甲4000万摕互我啦。等下2000万分互我好无？4000万先互我，我到时阵看要人分，我再甲你讲啊。听众朋友爸爸嘛需要2000万就好啊，免较济。无咱先说宣导一个，就是咱后个月主题好啊啦。什么后个月？后这个月呢？即摆已经10月咯。好来，这个月主题是世界勤俭日，请大家分享甲勤俭有关系主题，参照咱后边进厝里停电，非常的勤俭。是我本身是一个真勤俭的人啦，但是这停电毋是我想要爱的，你知无？好，大家毋通安尼。电会运动。但是若是你有一寡好的，譬如讲就是欠电的办法啦，是啥物啊，拢会当写批来甲阮分享哦。好啊，我甲你嘛无啥物话通讲啊。即摆心情应该嘛无啥好啦。因为即摆做热的，讲话开始做热。会流汗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拍开雨会渗入来啊，所以就无法度用。对啊，麻烦啊。好啦，甲听众朋友讲，大家注意安全，对，注意安全，出门。对，若是想无着，会当去听阮以前节目。好，安尼就后礼拜再相会。拜拜。